今次收到嘅問題關於污水喉同排水管。喺舊式樓宇嘅公共污水渠，成日都會經過室內通落地下，通常會喺廚房同埋廁所嘅角落頭。觀眾何小姐住緊嘅大廈近期進行咗公共喉管更換工程，換喉之後冇耐，佢就喺呢條室內污水渠附近聞到有疑似排泄物嘅氣味。污水喉管系統出現一啲嘅異味咧，或者所謂臭味咧，好多時都係因為接駁啲潔具啊，或者地台去水位置，我哋有一個所謂嘅 U 型嘅水封啊，個水封流失咗，咁個異味咧從喉管裏邊滲入屋啦。呢啲嘅情況咧，好多時就係一啲唔適當嘅錯誤改裝喉管嘅廁所啊，或者佢廁所調個位置嘅情況出現嘅。好多時呢種嘅臭味咧，就更加會有一啲冇接駁反虹吸管或者通風管嘅座廁，同埋有啲乾咗個地台 U 型去水位置咧，就滲翻入去室內嘅。其實咧有陣時我哋都忘記咗嘅喎，好多時啲洗衣機去水咧，其實都接駁嗰個排水位，裏邊都要經常保持水封，或者個水封唔好流失得咁犀利咧，我哋都特別注意嘅。另外啦，好多時我哋做裝修咧，都會將啲浴缸變咗啲嘅所謂企缸啊、淋浴企缸咧，呢種改裝咧就做唔到一個好正規嘅所謂嘅隔氣啦，咁導致咧就又都容易所謂入氣啊，即係或者有啲異味啊就入咗屋㗎啦。觀眾亦都話佢嘗試自己用嗰個火柴測試，去到一啲嘅排水口度睇下有冇漏風咁樣，咦冇漏風喎，佢就覺得應該就唔係個源頭。不過我先講講所謂嘅火柴測試咧，就可能就係點個火柴睇下佢會唔會喺啲渠口度出現啲風啊，或者吹熄個火柴。呢個咧就唔係真係一個專業嘅測試方法嚟嘅。其實我哋應該點做咧？首先就應該灌翻啲水入去個地台去水道，因為好多時會乾咗或者流失咗。我哋灌滿先，咁就觀察下，有冇出現啲異味。灌滿咗之後一段時間啦，我哋放一條紙條入去睇睇，個紙條會唔會變咗潮濕？如果仍然保持有部分係潮濕，或者我哋睇到個濕個深度有幾多，咁即係話咧，我哋知道應該個水封仍然保留咗有幾多啦。如果仍然保留水封咧，咁就會理想好多。其實咧，我哋作為專業嘅建築人士咧，我哋會去做檢查，我哋都會用一啲嘅方法，我哋用啲好簡單嘅內窺鏡擺落去嗰個所謂嘅地台去水位，我哋就知道，咦有冇水啦，個水封有幾深啦，咁我哋都可以判斷到係咪正常啦。如果個座廁本身亦都個水封，我好明顯見到揭開座廁，仲有灘水喺度咧，我哋就見到呢個叫所謂水封。如果仲保持喺度嘅，咁又應該冇理由喺嗰度有異味入嚟喎。基本排除咗水封失效嘅可能，而且何小姐話喉管更換工程之前就冇呢啲味，駁翻先至出問題，懷疑同工程有關。我相信呢個更換排水喉嘅工程裏邊咧，其實個喉管嘅位置啊、大體個接駁方法咧，就應該冇乜大嘅變動嘅，因為個位置似乎都相若嘅。咁理論上咧，個設計就唔應該出現一個大問題。仔細睇翻，其實出現一啲喉管有啲味道嘅位置咧，有機會係喺啲喉管嘅接駁位啊。譬如嗰條垂直喉管嘅有好多節，我哋接駁埋一齊，或者喺近天花都有啲嘅樓上嘅支喉管接翻入去個主喉管嗰啲位置，可能出現啲輕微嘅罅隙，咁亦都有機會出現漏氣喎。點解咧？本來呢個垂直喉管，平時我哋排水嗰陣咧，佢除非有淤塞嘅啫，如果唔係咧，佢就唔會注滿晒水嘅，咁即係裏邊嘅水壓唔會太大。咁縱然有少少嘅罅隙咧，其實啲水就未必會讓我哋滲出嚟嘅，所以我哋唔容易察覺。但係咧，我哋一條垂直喉管，譬如有20-30樓一路落到去地下，喺最低層嗰陣咧，接近一轉彎位咧，我哋會出現一個所謂嘅正氣壓。呢種正氣壓咧，就有機會令到喉管裏邊啲空氣，包括啲臭味咧，喺利用一啲嘅罅隙就滲咗出嚟啦。我哋睇到呢個個案嘅單位咧，佢哋本身就係1樓啦。咁其實1樓下邊就地下咁有一個入口大堂嗰一層。好多時呢隻嘅喉管咧就係經過1樓就落到去地下之後，最多1層嘅距離咧，就應該轉入去有個地渠位置，咁有一個轉彎位啦。呢個轉彎嘅位置咧，正正就係會出現一個好大嘅正氣壓嘅位置。咁所以咧，佢呢個單位係有機會因為啲喉管係有少少罅隙而出現一啲嘅漏氣嘅情況，都未定嘅。咁雖然呢一段渠管喺單位嘅範圍入面，但佢本身都係大廈嘅公共設施，亦都涉及到樓上單位嘅地台去水，
處理呢一段喉管嘅責任應該係屬於何小姐定係管理處呢？大廈維修工程喺呢一節喉管懷疑出現瑕疵，導致室內有污水嘅氣味，又可唔可以要求施工嘅工程隊伍重做翻呢一 part 呢？咁呢個業主可以點做呢？嗱，第一佢一定要通知管理公司啦，因為咧就呢個喉管嘅更換工程就一啲公用嘅部分嚟嘅，一定係管理公司幫手做協調啊，做去管理噶啦。咁我哋咧揾翻管理公司先，叫佢幫手做下有冇測試，睇下有冇漏氣，咁啊先再進行呢個修補。嗱，我哋咧就專業嘅做法，可以用我哋專業用嘅有顏色嘅一啲嘅所謂番梘水。嗱，呢係一個我哋嘅試劑嚟嘅。其實咧呢種試劑係類似番梘水，咁咧就我哋塗咗喺一啲接駁位嗰度，因為佢有帶顏色，但佢亦都係相對嚟講係潔嘅。咁如果出現漏氣咧，我哋會容易睇到啲氣泡，亦都因為有顏色咧，就係容易係觀察到有冇漏氣。就比坊間我自己開嗰啲所謂番梘水咧好用好多嘅，因為我哋會潔啲，我容易睇到個效果啦。嗱，一般嚟講咧，更換呢啲主喉管係屬於呢個屋苑嘅集體工程，咁啊應該由法團或管理公司統籌去管理㗎啦。所以咧，如果你出咗乜嘢嘅工程問題，理論上應該揾翻管理公司處理翻啦。嗱，如果我哋有理由或者揾到一個證據，知道原來呢個嘅異味或者呢個問題咧係出現於手工，譬如接駁失誤啊，或者係啲位置係未人接駁得好咧，而出現一啲嘅臭味或者出現啲瑕疵咧，咁其實如果係工程完成一段短時間，仲喺一個保養期裏邊，咁我哋嘅工程界裏邊有一個嘅責任嘅，就係喺個執收，喺個保養期裏邊咧，應該由工程承建商咧負責翻呢啲工程嘅瑕疵嘅執收㗎啦。